后来乡亲啊，继续来看作家李昂批评着少年人坐温坐迫爱做不爱让位，是伫网络顶引发着论战。71岁李昂讲，伊身体无爽快去急诊，坐温拄着一男两女3个少年人，唔肯来让迫爱做。其中2个女生甚至态度真歹，搁甲并白讲。即摆其中一个疑似互李昂来翕相点名的女生，是跳出来讲当时的状况。伊讲这李昂当时并毋是讲我无爽快，敢会使让位互我。伊讲李昂是家己伫遐细念讲这是迫爱做，看食要让位互我。这位女生讲，我拄好知影你无爽快咧。迫爱做上当坐，就算敢若剩一个迫爱做会，这个查某乘客甘愿徛踮伫咧头前，轮内慢坐，就算是老爸上车，嘛是先找一般座位坐落来。迫爱做敢真正无人敢坐，就伫咧李昂翕相铺文，骂无人要让迫爱做互伊，引起讨论。李昂昨暗时铺文讲，家己无爽快挂急诊，佮甲大家讲，人总有一天有破病时阵，才过来想看卖过去是安怎讲别人嘿，敢若叫伊翕相点名。查某乘客就来讲这件代志的头尾，讲李昂迄个时阵，家己咧细念，讲我个试一摆，看啥物让座位互我，这是迫爱做，啥物让位互我，敢无人要让座位互我，也无讲家己身体无爽快，希望人让位互坐。特别一问迫爱做要互上坐，各是顶写优先让互有需要的乘客，像是有需要的人，咁就一定是有年岁是大人。卫福部讲已经提出身心障碍者权益保障法，甲原本的规定，该做是提供予身心障碍者含其他有需要的人。交通部讲修法这个月，大众运输买对咧做。然后他们会在有15%的位置哈，那这个法令是在卫福部了哈。那我个人是觉得。是可以检讨哈，还有可能有很多人可能身体不舒服哈等等的。迫爱做是阿伯咧坐，或者是阿婆咧坐，全看本身敢有需要，所以乘客若感觉真险，或者是身障人士身躯无爽快，唔免歹势坐落就对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